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早起这个东部甲南部的海域，虽然讲风影真大，不过天气也算袂歹。啊，这个垦丁的南湾虽然已经来插这个红色的旗啊，也毋过一透早也受游客走落沙坡来耍水。另外，屏东的东港渔港因为风太要来了，这个出海的渔民拢转来啊，所以港边的渔船也是大爆满。 天地港边的渔船坐甲电满满，即摆大好是东港掠乌托罗的季节，煞无拄好去得着风台，出海渔民赶紧回港。等风台过，还要出去啦吼。哦。渔船拢倒来啊，鱼池仔内底鱼货嘛大减，渔民要避风台，也毋过也受游客要去耍。 东港小琉球的东流线透早航班正常，有民众也是照原本的计划去小琉球来佚佗。目前应该是没问题吧。不过嘛是有人为着风台提早倒来，就惊到时阵无船通坐。去晚了吗？去晚了。啊，你现在台风来，赶快回来是不是？虽然嘛，我风台挖近，东部的海域风影嘛豆豆啊变强。 看到一波又搁一波的海影，台东滨海公园一透早就有民众趁风雨还未来的时阵，到现场来欣赏。趁这个早上，天气还不错，就赶快带朋友来台东的这个地标，来这边走一走、看一看这样。海边的状况来看，垦丁的南湾风影虽然是比台东也搁较细，也毋过也是豆豆咧变大。透早游玩是出日头的好天气，虽然讲海坪已经插红旗，也是有游客行上海坪。 虽然讲人是无介济，也毋过海上警报已经发布，就是袂当上水。本处于今天上午8点半起，派员封闭园区内各沙滩。垦管处赶紧派人到现场游防锁线，辖区安全人员嘛开始巡逻，禁止游客搁踏去海坪。附近的业者嘛开始整理，将野日头的雨伞、椅仔等等拢甲收起来，搁用大石头来固定。咱底下条风吹袂起。 啊！你风若透的时阵，你才会飞起来。啊！你若飞，才内底物件飞了。虽然讲即摆看起来风影也无算伤大，也毋过估计过中昼了后，东部也有南部的海边啊，就会当开始感受到风台威力。天气民众就爱做好准备，嘛爱避免去海边啊，或者是山顶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。 崭新视野。